的台湾来看交通违规记点的新制度，已经伫6月30开始来实施。不过有一寡规定伤过严格，恐惊会来拍破到客运车司机的饭碗。所以客运车司机大家招招咧，明仔载大约有100台的客运车要到交通部包围抗议，请政府放因一条生路。 如果临停啊，这种收到罚单收过很多张吗？有啊，我3个月收了8张罚单，都是临停。对，都是临停。你还有赚钱吗？啊，那就是要看运气啊，所以我现在市区都不太敢跑啊。 太无落车，罚单煞一直咧收，人客上车落车的所在，袂当伫咧分车路口、公车站台10公尺，嘛袂当伫咧红线、黄线所在停车。客运车司机就是要问政府，因会当临停伫咧倒位。可以合法临停、安心临停的地方太少了。本来就很少，台北市本来就全部都画红线、黄线的啊，能够停车的地方根本就没有啊，我连下课的地方都没有。因为交通部为今年6月30开始，恢复民众会当检举人行道违规临停，处罚严格到1年若逢记满12点，对方吊扣驾照，无通讨趁，互客运车司机按算伫咧载过车迄到100多台客运车包围交通部抗议，爱因放一条生路互因。自己道路规划没有做好，却要马上颁布这个新制法规，要严格的要求这个司机朋友要守法，不是我们愿意违规。 再来看一台十字路口，上少4台违规临停伫咧红线顶的货车，因为货车落货车价就甲人迄几价，有市场打并下10多台货车交互观光使用，观光违规就要罚车主。虽然车主含驾驶毋是同一个人，车主收到罚单会当申请转发违规驾驶钱。毋过申办的流程真复杂，要准备上少6大证件资料，才人走流程，该扫描资料，对坐伙人来讲是真无便利。根据统计，台北市7月到9月。 规周件数110万8426件，北市交通局会议会和公路局讨论上新的规周办法，卖伫咧一月1日讲出因初步的想法。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